今日川普这届发动军事行动，无经过国会授权，引起两党议员的不满。目前最新的消息是，包括国务卿鲁比欧甲国防部长霍格塞斯，伫咧拄则拢已经来到国会山庄进行国安简报，现场进行连线互国际记者彭主席。 美国国务卿鲁比欧和另外4个官员，伫美东时间今仔日下晡来到美国国会，向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的人士做一个国安简报。顶礼拜，这个川普政府攻击委内瑞拉的时阵，是并无先提到国会同意，嘛因安呢，今仔日这个报告是国会头一摆接受白宫的正式说明。除了这个鲁比欧今仔日来到这的，嘛阁有国防部长霍格塞斯、美军参谋省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、CIA 局长雷克里夫、和司法部长邦迪。 接受报告的，除了这个众议院的议长，嘛有两院两党的领导者，和情报军事外交委员会的资深议员。不过，因为今仔日这个国安简报是干那少数人参加，这个参议院是按算伫拜四的时阵，佮邀请所有议员来接受白宫的说明。今仔日嘛是美国国会议员伫休官了后，为选区转来到华府的头一天。美国的国会山庄报就报讲，这个共和党的议长强森。 接落来要面对的是党内这个中间派人士的挑战，原因就是因为强森支持川普伫委内瑞拉的行动。那美国总统川普伊家己明仔载嘛会伫一场私人的活动顶悬，和共和党党内议员博感情来安打党内情绪。以上是公视国际记者彭主席伫美国国会报道。